最近好多姊妹同我講，要毛坯，要毛坯，要毛坯。咁連姨講句實話，如果唔係你哋想要，我都好少推薦毛坯，因為我好擔心加工出嚟你哋唔滿意，所以每次嘅毛坯我都係精挑細選，唔要有瑕疵嘅，要嗰啲起貨出嚟好睇。我唔想因為毛坯打爛自己嘅招牌，所以今日呢啲情底黃翡手壓坯，我就係準備俾姊妹們嘅。個情緒底色係好柔和、好清新嘅淡綠色，甜絲絲嘅感覺，上面嘅一抹橄欖黃色，黃得嚟唔耀眼，黃同綠搭配喺一齊，就好似經典嘅皇家綠咁。為咗我嘅招牌，我肯定要揀一條去加工嘅。加工完成，真係將甜美同貴氣完美結合，好似雨後天晴嘅天空。而嗰一抹橄欖黃翡、黃綠膠玉互相映襯，綠色帶出清新，黃色帶出貴氣。連我呢度無論係毛坯定係成品都有，而且都係批發價。你哋中意嘅可以留個圈口俾我。